天使用重用，大家呢那些股呢，mặc cái bị ứng chấp phòng sự kiến đá。記者報告，獲國內風幹，到到強下處係住頭寬保作事故，唔但詳細咧效果，成每咩係搞到唔係變少，成為可能轉行嘅麼，其主圖未考得。別紅nem nên嘅寶馬聽大貨面盤，衝跳考到妹，越爭咪唔變高，小朋友哋咧就呢風勢高，亂考亂打，咪唔時間半夜嘛。最喜歡玩什麼？玩爵士笛。為什麼？因為可以敲到許多好聽的聲音。有位其實係突然提下嘅意見，講兼個工廠，有隻環保音樂器，就下都係用生活當中最少那一類東西，就選嗰種同世界嘅環保樂器。那鐵管的呢，都水當狗發出來聲，然後水帶下發出來聲，你發現冇空用冇？好，那潛水艇啊。就係利用那種原理哈，會發現跟噴你的船呢都連拳一樣哦。一般的門廊係用天子做嘅，人家門廊呢用塑嘅，用按摩嘅個呢嚟做出來嘅哈，是可能係上馬冇空用。生活當中某一些東西拿來再利用，好可以做到像一般正經的樂器用的，空用，佢咩空用可以做到那種用的，好發出暗號的聲。最好玩的就是那些亮的東西，然後可以製造出美麗的聲音，然後還可以做環保，把一些垃圾變成一些樂器。小朋友這邊玩得很高興啊，因為這邊都是環保素材嘛，所以我覺得說，其實讓小朋友有機會利用這種好像隨手就可以拿到的這些材質，然後就可以體驗一下音樂的樂趣，我覺得這是蠻棒的。這應該搞到當歡喜，台裡咪變到從成應該強做。個工廠第3年之前成立，也會唔單搶住環保音樂做得搞，還做得自家 DIY 做橋琴，也係唐偷林先生手嘅鋼琴嘅結構，參觀住草高唱了到。對定位好到鍵盤，按田大顯地圖，古田整個編路了到，大家工作氣氛都做冇強用嘅，盡人依然負責。做木工嘅裁剪啊，做天啊，那喺個盤切啊，喺度乾燥啊，一盤切做差唔多要8九度嘅切，就盤好當做啲攞喺度打啦就從強啊按輕按緊，等嗰啲裝盤做到好差唔多3萬元嘅時間啊。其實我們公司在販賣樂器部分，跟很多台灣的傳統產業一樣，比如做零售、做批發，就比較強調在販賣這一方面。那後來我們公司發現，就是說，你除了要販賣跟製造上面加強以外，在服務上面也應該要加強。所以，佢哋開始轉型做公共工廠，其實台下兩件新立的1967年嘅工廠。早期係做電視機維學嘅，第5年代就得講係台灣電視機維學嘅最大供應商。幫每第2本配入嘅紹介下，暫停嘅轉型做鋼琴。因為要生產電視機外殼的關係，所以我們需要很多木工方面的人才，還有噴漆方面的人才。那剛好大溪這個地方就以前就是我們台灣木工家具的一個重鎮。徐偉芬講，民國69到70年係工廠生意最好嘅時節，平均一年就得賣出700台鋼琴，幫每只會出生率廣大，因此多種化嚟到年紀，學鋼琴嘅人變少，還是一年就賣150台甜甜。所以佢開始思考轉型，未去規劃和經驗。公共工廠成立3年之內，參觀人次已經累積的為示範，業績每週增加。營業額方面會成長1-2成，對我們公司是蠻有幫助，而且後續有更多的校長、老師、家長也要幫我們介紹。唔但搶公司業績變好，轉型過後，讓股民自我選中，還提升你對公司嘅向心力。不過對封閉嘅製造工廠轉變做大規
开台门分享一下嘅观光工厂，就确实没冇安怪。从制造业跟销售业转成服务业，服务直接的客户，所以这段转型过程当中，我们也历经蛮多困难点哦，比如说，怎么样导览人员的寻求，哦，怎么样训练导览人员，哦，这个方面真的是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，哈，或者说怎么样服务客户。流浪业下嘅體育線互動當中，每半年間傳統勞工廠就嚟冇強用嘅新想法。呢下咪自己做工資，用做鋼琴掉下來嘅料，老頭擺工廠做出期門標，掉下來嘅標額做先愛心數作，送本讓世家庭嘅後生兒。要對該弱勢家庭嘅該學生，要較練嚟書桌面膜啊，就咪書架面膜。哦，啊個了生活下艱苦，啊個了啊跳價就上講，啊個了春了咧病吼，病驚嘅面膜仲多啦，啊要安你啊，還有了解技術，還有個設備就該，啊就做了，來做了愛心書桌來送了弱勢族群嘅個家庭。蘇峰跳講，跳白了種生涯會氣氛，唔係少睇，就係揮手，做這種數作嘅成本比揮手嘅成本還要高。唔過，幾多產業會懂得得。傳統工廠受到少子化嘅影響，人口因素對300沙減少到2下死掉60沙。唔過，轉型呢條路，本幾多就看到希望，除了現象影響嘅人工社保，未希望發覺下到生產消費者。